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，让我们一起站起来，来赞美我们的神。让我们一起唱拣选。你十字架的大能，楼上 PPT 赎回我灵魂。叫我生命果子长存，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，坚固我，接近我，为神做你门徒。求主再牵我去传扬你的爱，你爱拥抱全世界。真理合一教会，赐我信心宣告，在你凡事都能。哦，主，在你凡事是主，在你凡事都能。让我们再从头唱一遍。你十字架的大能。重价赎回我灵魂，你恩典使我被拣选，叫我生命果子长存。求主用来使用我们每个人的灵魂，得更多灵魂，坚固我，接近我。为神做你门徒，求主再牵我去传扬你的爱，你爱拥抱全世界灵合一教会，赐我信心宣告，在你凡事都能。哦，主，在你凡事都能。求主。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，坚固我，接近我，为神做你门徒。求主再牵我去传扬你的爱，你爱拥抱全世界灵合一教会，赐我信心宣告，在你凡事都能。主，在你凡事都能。哈利路亚！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你拣选我们每个人，在今天的早晨来到你的当中。在礼拜天的早晨当中，主，我们都一同在这个圣殿中蒙你的呼召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敞开心来敬拜你。主温柔的圣灵，让我全心感受，渗透我的生命，赐下平静和安息。你是我心的满足，主慈爱的真理，主慈爱的真理。我们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唱：你荣光照向我，包围我的身体，赐下平静和安息，让我感受你的爱，在呼召我之处，我要献上敬拜。我遭遇何时，依然扬声歌唱，在呼召我之
主，我要献上敬拜，无论遭遇何事，依然扬声歌唱。无论遇到逆境或是顺境，主，我们都要对你扬声歌唱。主，我们眼光只注目着你，注目着你，我们耶稣。主温柔的胜利，让我全心感受，渗透我的生命，赐下平静和安息。你是我心的满足，在乎掌握之处，我要献上敬拜，无论遭遇何事，依然扬声歌唱。在乎掌握之处，我要献上敬拜，无论遭遇何事，依然扬声歌唱。在我行走时，在我行走时，成为我道路，或者是成为我生命，就在这地献上敬拜。在我行走时，成为我道路，或者是成为我生命，就在这地献上敬拜。再一次，我们就举起我们手。在我行走时，成为我道路，或者是成为我生命，就在这地献上敬拜。在我行走时，成为我道路，或者是成为我生命，就在这地献上敬拜。让我们一起敞开我们的心，来到主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不管是顺境逆境的时候，我们不停止的敬拜，不停止的赞美。主，你是道路、真理、神光。主啊，你呼召我的时候，主，你的圣灵与我同行。在这之中，我们感受你极大的美好，你的恩典。在乎掌握之处，献上敬拜，无论遭遇何事，依然扬声歌唱。在乎掌握之处，献上敬拜，无论遭遇何事，依然扬声歌唱。主啊，在呼召之处，在我之处，献上敬拜，无论遭遇何事，依然扬声歌唱。在乎掌握之处，献上敬拜，无论遭遇何事，依然扬声歌唱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你与我们同在。你全然的爱我，最真实的我，全然接纳我，激活我软弱，生命中的每一步有你丰盛恩典，使我更靠近你。你全然的爱我，紧紧拥抱我，全然接纳我，永不离开我。生命中的每一步有你丰盛恩典，使我更靠近你。我知
只想要藏在你翅膀荫下，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。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，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。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荫下，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。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，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。主啊，我们一起让我们的心来到这个面前。你全然的爱我，是的我，全然接纳我，激活我软弱，生命中的每一步有你丰盛恩典，使我更靠近你。全然的，让我们用敬虔的心，我们来感受这里面的歌词。主，你全然接纳每个真实的我们，不论我们是好是坏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都是你的孩子。主，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步有你与我们同行，有你的看顾，使我更靠近你。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荫下，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。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，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。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荫下，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。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，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。主耶稣，我赞美你。主啊，你是荣耀的神，创造天地的神。感谢主，你接纳每个真实的我们的每一个人。主啊，求你除去我们人心中的捆绑，除去我们心中不好的邪念，不好的罪恶。主啊，在你面前，我们可以真真实实的做一个主啊你喜爱的人。主啊，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，聆听主你的话语。求主在接下来时间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依旧站立，我们要一起用使徒圣经来告别我们的信仰。请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的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，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公义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请坐。我们预备心来做奉献。
我们一起来做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们年轻有活力、有盼望的生命，谢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时间，谢谢你赐下大的恩典，让我们今早能坐在这里，能欢唱赞美、祷告交托，能聆听神的话语，使我们的灵命得饱足，能蒙得主的恩典和祝福。我们的一生会经历各样的试炼和真心，求你提升我们的眼目，让我们能用你的角度来看我们的遭遇。我们不哀叹，不埋怨，因知道主你顾念我们，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明白我们的软弱，你也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出路。求你再次帮助我们，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依靠圣灵，在每一个人的处境当中经历你的丰富，也借着圣灵翻转的大能，在人生的每个试炼当中经历你为我们开的恩典路。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的灵与我们同在。亲爱的父神，今天早上我们也要为着我们的故人，我们来思念他。我们举办了礼拜追思礼拜，来思念我们的故人。谢谢你，因为有这些长辈及我们的好朋友陪伴着我们，让我们在信仰上得到了帮助。主，你的怜悯在他们的身上，也必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也成为主你好的子民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乐意将我们的才能献在你面前，我们也乐意献上我们部分的收入献在主面前，求主悦纳，也求主与我们今天的聚会同在。让我们每个人都敞开我们的心，接纳主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，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成为我们的祝福。我们献上祷告，都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来报告教会的几件事，让我们一起来关心。4月15号晚上7点半是台北中会举行耶稣受难联合礼拜，然后呢也邀请大家一起去参加，想参加的人可以到1楼去登记。4月16日下午会召开小会，那4月17日是复活节赞美礼拜，那天要举行圣礼典，有受洗的，要受洗的或先信礼的，我们弟兄姐妹可以跟牧师报名，然后也请我们预备心，一起来领受，与主同坐席。新的一季新眼光读经手册已经放在1楼的招待台，需要的人可以自由去索取。今天呢，我们是举行清明节联合追思礼拜，感谢上帝，让每一位故人都能留下美好的见证，盼望他们所留下来的信仰美丽的脚踪，能成为我们生命的养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要看一些影片，来思念、怀念、纪念我们失去的亲人朋友。
虽然我们心中有一点酸楚，但是神赐下最棒的恩典，就是让我们有永生的生命。我们不害怕，因为主耶稣与我们同在，他属了我们，我们也必得永生。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。今天要看的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3章，我们要从16节看到21节。我来读，请大家仔细来聆听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。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事靠神而行。愿听神的话又去行的，蒙神的祝福。今天义节目是要我们所讲的是拯救的光，拯救的光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有光的地方就不会有黑暗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就是光。为了过去的一周，我们献上满满的感恩。虽然在这一周当中，我们有遭遇了许多困难、许多伤痛。但是主，我们知道，黑暗不能来伤害我们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。愿你的话语再一次的进到我们的心内心深处，让我们能够除去我们心中的黑暗，一起来迈向未来崭新的旅程。同心祷告，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大家平安，大家清明时节那个大家整个人都燃起来了哈。这种天气真的很潮湿，让人很不舒服。我们都渴望太阳赶快再出来的天气。听说过2天太阳又要出来了，可是，在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内心是非常的忧闷。原来幽暗的生活跟太阳会让我们身体有这么大的不同的一个感受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？平常在家里面有打扫人，请举手；扫地的请举手。哎呦，只有3个，3个。佑叔，你有打扫哎。另外一个是秋雨，所以他当选模范生，我们给他掌声了。哇，他模范生哦。原来有扫地就模范生了哈，那牧师应该也是模范生。原来大家都不是好，不扫地没关系。当光，你有没有注意？当光可能是其他的光，在某一个角度，你就觉得突然看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哇，有一层的灰尘，有没有？有这种感受？举手。也很少，你们从来都不看的，回到家里就把眼镜拿掉了，对不对？这个钢琴在这样的感觉很新很亮，等一下大家可以来看，稍微一个角度来看，整个都是灰尘，厚厚的，很恐怖。光带来温暖，但是光带来温暖，也照亮我们在黑暗的脚步。有光真好，但是光有时就像照妖镜一样，将很多隐藏的事情照得一清二楚。回去大家看一下你的房间里面，一定有很多的地方
很多的地方非常非常脏。人家说见光死就是这个意思啊，见光死，很多秘密都隐藏不住。现代人都可以感受到，人与人之间是一个好像有距离，很陌生，不太了解。纵使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群体，每个礼拜你都来教会，其实你跟很多的弟兄姐妹，感觉上还是有一些的距离。来到教会里面，我们要试着把心打开，我们用真诚的心来互相来交往，不要让对方觉得说你有时好像假假的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跟志梅牧师其实就是你们看的现在这样子啊，我们没有什么所谓的人前人后啊，我们没有偶像的包袱，我们有很多的不足，很多的软弱啊。就像我也承认，等一下会后诗一定要那个婉柔你要带着大家唱啊，因为我人生总是音拍我都一定会抓不到了，这个我就是没办法啊，这个就是我的软弱啊。那活得自在真实，其实是会比较快乐。内心真实的人也是上帝所喜爱的，上帝也喜欢这样的人。约翰福音4章24节这么说：上帝是灵，所以敬拜他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。我们不能虚假。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2章最后的时候，说到犹太人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，要来信他的名。但是耶稣了解他们内心在想什么。经文说，耶稣并不信任他们，他们想要来信靠耶稣，但是耶稣不信任他们。犹太人在意的是外在彰显的东西，不是真正从内心里面要来跟随耶稣。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：当我们要真的信，信就会带出行动出来，我们才可以成为真正耶稣的一个门徒啊。接着在3章1到15节是非常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，就是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。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，我们说他是一个知识分子，有影响力，但是他却3更半夜来找耶稣。尼哥底母这个举动就好像整个犹太人陷在黑暗的当中，想要来寻求一个亮光。尼哥底母他虽然生活很富裕，但是他的生命不因为这样子就活在光明当中。他自己很清楚，他的内心深处其实是很枯竭的，没有一点点的生命力，所以他才会3更半夜来找拯救的光。黑暗中的人总是盼望的光，就像我们现在湿冷的天气总是期待的好天气来一样，这是人性。尼哥底母知道耶稣就是那位光，他虽然是一个在犹太里面有社会地位的人，很最赞的，但是他了解，但是他还是没办法了解耶稣所讲的人要重生这个事情。因为尼哥底母他是用地上的角度去思考耶稣讲的话，以至于耶稣在跟他讲所谓的重生，这是从天上奥秘的事情，他没办法明白。尼哥底母他用他自认为的知识框在理解耶稣的话，他也想要用人的力量、外在的改变，让他能够进入天国，以至于他内心永远还是陷入在黑暗当中。这也是我们现在世界价值观普遍的一个现象，大家相信科学，相信外在的知识的力量，其实是怎么样？是相信自己比较多。今天的经文3章19到20节这么说：上帝的审判是这样子，上帝让光进入世界，但是世人爱黑暗，不爱光，因为世人的行为是黑暗的。行为黑暗的人，他们不喜欢光，因为当有光出现的时候，刚牧师讲，很多的灰尘、很多的脏乱，就看得一清二楚。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全人类就活在罪恶的当中，有了罪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上帝的审判。
就好像罗马书3章23节这么说：世人都犯了罪啊！这个世界已经受罪恶、魔鬼的辖制，就好像约翰一书2章16节这么说：肉体的情欲，其实眼目的私欲，以及今生的骄傲，让我们陷入在黑暗的当中。所谓私欲就是什么？贪不该贪的。我们人其实刚刚好的时候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当我们贪过头的时候，我们就陷入在那个罪恶当中。不管是我们透过肉体上面的需要，以及眼目上面的引诱的欲望，或者是我们会很骄傲，常常跟人炫耀我们的人生跟地位。当我们这些种种的野心跟贪婪超过境界的时候，它就会掌管我们的内心啊。这个是魔鬼所使用最厉害的武器啊！它让我们骄傲，它会让我们的私欲无限在扩张。经文19节也说得非常清楚：人的行为是因为是邪恶的，所以人怎么样？喜欢黑暗。黑暗让作恶的人当作是安全的避难的地方，就如同小偷。小偷都是3更半夜，除非是扒手不一样啊。小偷都是3更半夜在行动，他觉得他在3更半夜的时候，很黑暗的时候，秘密行动应该没有人知道，以至于他渐渐习惯在在黑暗中里面。接着20节也说：凡作恶的便恨恶光，并不来就光，恐怕他的行为作责备，或者恐怕他的行为怎么样，被光显露出来。作恶的人以为在黑暗当中就可以将他的罪恶隐藏住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。生活在罪恶当中的人，其实他的生命是艰苦的。他的心常常就好像一线一样纠结在一起，他受到很多的控制，他常常失去了方向，他没办法靠外在世间的东西来满足他内心深处他的需要。所以活在黑暗当中的人，他们真的是没有一点点的盼望。最主要就是他没办法得到真正的平安跟喜乐。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书3章16节，是每一位基督徒都一定会背的经文。甚至在牧师还没受洗之前，我那时候在跑外务，在外面常常骑摩托车，在很多地方都会看到跑马灯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3章16节，来，请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上帝不愿世间每一个人沉沦在罪恶当中，因为罪恶代表是黑暗的地方，代表是一个没有盼望的未来，是一个一定会受到审判的一个结果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历在一个黑暗的一个地方。最近的乌俄战争让我突然的记忆回到小学的时候，那时候在所谓的金门有戒严的时候，有单打双不打。单号的时候，中国大陆那边有飞弹打过来，我们就去躲防空洞。那时候整个岛上每个家户户一定都要把灯关掉，非常的暗，你都只能摸，你都不能拿手电筒。在那个躲在那个地道里面，它真的是旁边就是土，那个真的很黑暗，那种，我觉得我已经遗忘很久了。突然最近心被动，那个真的很恐怖。罪恶就是像在一个黑暗，你真的不晓得盼望在哪里。人没办法靠自己的力量离开罪恶。犹太人尼哥底母，他也没办法用他的知识让他离开他的黑暗，离开他的罪恶。只有上帝有办法。上帝爱世人，用他独一的儿子耶稣，无罪的耶稣替换有罪的我们，
弟兄姐妹，这是何等大的爱啊！世上的神明没有一个神明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应该没有听过哪一尊神明是用他独一的儿子来换取。世间的神明都是高高在上的，因为这个爱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，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。当牧师自己在写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非常的震撼，不是在文字上面的震撼，是震撼到说：我配吗？我突然想到，我配吗？我们凭什么得到上帝这样来对待我们？弟兄姐妹，当上帝主动的怜悯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做一个回应。我们有选择，我们要选择信与不信。上帝的怜悯临到我们，要选择信与不信。选择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痛苦的。等一下礼拜完，很多弟兄姐妹往右走，往左走，那个是很简单的，因为你要回家的路你已经很熟悉了。可是当你在人生的旅程当中，你要做选择的时候，我是比如学生，我要选择这个学校还是选择这个学校的时候，那个是很困难的。所以选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不信，选择不信的人比较多，为什么？继续活在自己的安全范围里面，是大部分人都选择的那条路。而且那一条路看起来很安全，其实是用我们自我为中心在思考的一条路，是一种以私欲来出发的一条路。圣经说，不信的人已受定罪，这是非常悲惨的一个结果。但是选择相信的旅程呢，要信就要重生啊。尼哥底母他在这边，他听不清楚重生。我已经从父妈妈的肚子里面生出来了，我怎么样再生一次？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次，我们还有第二次重生，就是从圣灵里面来生。但是首先我们要悔改认错，悔改认错是信耶稣里面最困难的一部分。怎么说呢？悔改认错就像好像我们把身体剖开一样，剖到最里面，你要把你一些的秘密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秘密，没有跟父母亲讲，甚至结婚的人没有跟另一半讲，甚至爸爸妈妈不一定会跟小孩子讲，这个秘密可能只有你自己知道。当你剖开之后，上帝看得一清二楚。唯有悔改认罪，将自己生命当中的一切剖开，让上帝看的时候，你才能重生啊！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选择，但是也只有这样子，愿意让上帝的光照到我们内心深处，我们才有办法重生。就好像扫罗一样，当扫罗他给耶稣的光照的时候，他180度的转变，他把自己原来的自尊全部都丢掉。他本来从事破坏基督徒的人，他完全重生了，他变成为主传福音大能的勇士啊！他最后得到真正的喜乐跟平安，也就是永生盼望。重生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愿意将自己交给耶稣。交给耶稣是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将我们的主权、领土。如果有房子的人，就像所有权状啊，我们要将所有权状交给耶稣啊，就像我们去银行贷款，把权状交给银行一样啊。我们要将我们的主权，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要让上帝来掌管。牧师对每一位在建城里面要受洗的弟兄姐妹都这样的教导：你要信，就要信真一点。你要下定决心来信。
因为唯有信真的话，你才能够经历上帝的恩典与慈爱啊。这也是我跟志梅牧师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。信的过程当中，说实在话，真的非常的痛，但是也唯有信真的时候，才是真正经历什么？经历你左手你的罪，然后上帝宣判你没有罪了，你到右手这边来。因为信真也让我们的生命原本从黑暗当中，你才有办法离开啊，离开这个深渊。就像把旧的衣服脱掉，穿上新的衣服，走向光明的右边这个机会。弟兄姐妹，不管你是第几代的基督徒，你是从小就跟阿公阿嬷来到教会，或者是像牧师是第一代的基督徒，成为基督徒都是恩典，是上帝拣选了我们啊。尤其在台湾，有大部分95%，甚至多一点点，都是不信的。所以，成为基督徒，我们要回应上帝的拣选。我们要怎么样？因为我们想离开那个黑暗，我们不想再受到世界上面的一些的价值观、一些的东西被我们辖制住。成为基督徒，是因为我们真正经历他在我们里面的丰盛跟慈爱，而且我们也知道，上帝绝对不会放弃我们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在这个信仰的旅程当中，圣灵会动工，魔鬼一样在等待机会。魔鬼好像狮子一样，他绝对从来没有放弃对我们的攻击啊！只要有机会，他又用任何的方式来攻击我们，来引诱我们的心渐渐离开上帝，并且让我们没有感觉到，这个才是厉害。就好像温水煮青蛙，大家听过吗？100度的沸水，你青蛙把它放进去，它马上就跳走了。可是如果是冷的水，把青蛙丢进去，慢慢加热，加热到一定的程度，等到它有知觉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我们可能会觉得说，我有来教会啊，我有来礼拜，我有参加团契，我有来服侍，我也有奉献，我应该就是真正的基督徒。最厉害的敌人，他就是让你轻忽，让你轻忽，以为他不会再攻击你了。以色列信仰群体不是就这样灭亡的吗？平安，平安。从乌俄的战争，我们有很大的启示。什么启示？当乌俄战争爆发的时候，整个乌克兰及欧洲其他的国家突然醒起来了，醒了。他们以为可以长久的平安、长久的安定，哪知道他们家的附近有一只狮子，其实在等待要攻击他们。我们信仰不也是这样子吗？有一只狮子，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只狮子一直在等待我们，要来吞噬我们。神学家路德这么说：你心中现在所依恋、全心全意信赖的或者依靠的，其实就是你的上帝啊！你现在依赖的是手机吗？你的金钱吗？还是怎样的情感？耶稣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2个主人啊。我们人很容易为了金钱或者其他的东西跟耶稣拼生死啊，跟耶稣拼命。今天的经文带我们一个很大的好消息，就是经文17节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也不是要审判我们，乃是要叫我们因他得救啊！所以，上帝给我们看到很清楚的2条路：信与不信，生跟死，福气跟灾害。但耶稣来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审判啊，他是要拯救我们。上帝不放弃任何的一个人，上帝也愿意不断给我们每一个人机会。
拯救才是上帝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最大的目的。基督的教会要在现在黑暗的世界成为光跟盐啊，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。可是要在教会成为光跟盐之前，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自己要先成为光跟盐啊。所以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要透过服事，我们要去学习彼此相爱。有爱的地方，就不会有黑暗。彼得前书4章8节这么说：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过。我们教会有这么多的服事，牧师我没有参与服事。一个问候，一个打招呼，其实也是一个服事。牧师要强调的是，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自己有尽心尽力吗？我们有用一颗敬虔的心来参与敬拜团的服事吗？来参与礼拜吗？有没有？其实你自己最知道。其实牧师也看得出来，但是你自己最知道，你那一颗服事的心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是做给人家看的，随便做，还是你是很谨慎？你要做给上帝来看。约翰福音8章12节这么说：我就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，并不在黑暗里走，却要得到生命的光。当我们敬虔服侍上帝的时候，当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信真的啦。每次在想到这个时候，我会回到我的阿嬷，在清明时节嘛，我会想到我的奶妈，她活到95岁。我的奶妈非常敬虔的拜她的神。如果我现在看，我觉得她是假神真拜啊，她拜得非常的敬虔。她每天早上要上香之前，她一定要把自己梳理好，他才去敬拜他的神。那如今我信的是真神，但有时看到我们弟兄姐妹现在黑暗当中，我们竟然真神假拜，牧师心里非常的难过。当我们用敬虔的心，当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的时候，只有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才有办法经历永生啊！我们就会经历永生。永生的盼望，不是每次牧师在告别式在说的。我们的亲人虽然死了，死亡开启永生的大门。当我们依靠耶稣，当我们就耶稣这个光，我们就会有天国的思想跟行为。当我们有这样的行为，当我们行在光的当中，我们就经历永生。当经历永生的时候，我们会在不断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的生命会日益的更新啊！我们会觉得我们越来越不一样，我们会越来越不一样。我们用上帝的爱，越过我们世间所遭遇的苦难。耶稣说：“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。”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当我们跨越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享受真正的丰盛跟恩典啊！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要在你面前再一次的承认说：主啊，我们信的不够，我们的骄傲，我们的软弱，以至于让我们信你信的不够。愿你的圣灵的大能，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生命能够剖开，我们把我们自己都交给你，让我们能够行在光中，让我们用最真实的我们来面对你，用我们最真实的我们来服侍你，用最真实的我们活出平安跟喜乐。
祷告祈求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请敬拜团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。我们一起起立唱回应诗。你全然的爱我，最真实的我，全然接纳我，激活我软弱，生命中的每一步有你丰盛恩典，使我更靠近你。你全然的爱我，紧紧拥抱我，全然接纳我，永不离开我。生命中的每一步有你丰盛恩典，使我更靠近你。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荫下，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。生命最大的盼望，就在你恩典之中。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。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荫下，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。生命最大的盼望，就在你恩典之中。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。所以我们真心的呼求，我们真心的悔改，真心的认错。我们已将我们剖开，也将我们的生命来交给你。愿你的恩典，愿你的慈爱，带我们出黑暗，进入光明当中。愿你的光明常常与我们同在。让我们看着你的光，可以享受在你每一天的平安跟喜乐。谢谢主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慈爱、天父上帝的感动、圣灵的慈爱，与你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让我们唱最后一首歌，带我回家。带着回家。唱出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带着喜乐回家。哈利路亚，带着平安回家。哈利路亚，带着恩典回家。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呀。再大声唱出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带着喜乐回
好，我们已经有很久没来的那个姐妹哈，大家可以跟她问好一下哈。那个，好，这边也有2位比较没常看见的新朋友，来，大家欢迎。